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确据，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福气。好，请问一下这怎么开呢？我是不会开吗？越急越不会开门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确据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从神来的一个福气。好，是我不会用吗？越急越不会用哈。可以帮我调那个吗？因为它是最后一张，要往前。不要按是不是？这样呢？我弄到了哈。好，可以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请问是按下一页吗？我可以按吗？我可以按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这记载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，另外一处在彼得后书3章8到9节。请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其实要我们万人都能够得救，那甚至于他宽容我们，他不像那个执行官不像神不是不说我可以一直容许你，不是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他乃是要人人都能够悔改。好，那在我们不管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一定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事情。在上个礼拜天是中秋的这个年假中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多人有一些计划，可是呢却被那个强台谁呀？那个美女叫什么？杜鹃吹乱了这个台铁跟高铁这个运输，全岛的人都挤到这个火车站前，旅客大骂什么？这是在逃难吗？因为一票难求，而且每个人都想要赶快回去。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大家都被捣乱。大家都被捣乱了，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回去上班，甚至我们的青年还有人这个被滞留在韩国。他都没有办法回来，害怕他不知道会不会回来，这个没办法回来被炒鱿鱼，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感，所引起的不安、恐惧跟焦虑。那我们甚至有一个旅外的一个学子，他原来已经票买好了，他买在礼拜一的早上，可是没想到台铁一直延后通车。虽然他知道花莲的那个学校礼拜二上午是这个不用上课，于是他就赶快改成礼拜二的上午。可是等到他礼拜二的时候，发现怎样？礼拜二的晚上6点才有开通，所以他几乎买的票有用还没用？完全没有用。就在他觉得很焦虑，说怎么会这样，很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他的手机传来了一个讯息，什么讯息？请到北车台铁户口处拿票。谁呀？如果是你，你敢去拿吗？他赶快看一下这个名字，原来是他的学姐，他一个人跑去买票，买足了6张。然后他一一传简讯给他的学妹说，是因为你是我的直属学妹哦，所以我才给你一张票的哦。人生会像这一列开往未来的列车，你已经有通往那永生的车票吗？你最关心的人可以跟你一起有这个票吗？可以上这一列火车吗？这票确实是不会跳票，像台铁会跳票吗？我们凭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拿到这个票，永生的票呢？那么这一切有没有什么凭据？还是只是传到你说的空口说白话？还是只是传到你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吗？通往未来确实有很多让人觉得不安、恐惧、焦虑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永生的票？这永生的票，难道只有我断了那一口气才有作用吗？我想不是，而是现在活在这个当下，这个票
我就有可以享受那个永生的福气。就像刚才晨曦说的，我们透过短宣非常多的苦难，但我们却是成长的。什么叫做成长？他刚刚说什么叫做成长？胜过自己，不要跟别人比，是吗？跟自己比是吗？但是圣经说的成长不是哦。圣经说的成长是什么？乃是你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？乃是你有没有越来越以基督的心为心？如果你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贴近神的心意，你越来越能够随着神的心意的律动 tempo， 随着圣灵，随着上帝心意的 tempo 来做决定，或左或右，或慢或快，那个节奏，那么你就是成长，你就是通往这个成长，而且拿到这个福气，别人也因你而可以得福。那么我们得到这个福气，有没有什么条件，或要有什么关系才可以有吗？要，一定要有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，抱歉，这个福气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条件是什么？这个得救的条件是什么？当你需要人救命的时候，那个得救的条件是什么？让你可以有这永生的票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必须有个身份，就是你是上帝儿女的身份。那么你如何可以得着这个身份呢？你如何可以有这个身份呢？第一个，你必须知道你是属于这位上帝的。你说没有吗？我真的是属于上帝呢？我好像没有啊。有，在圣经里面，创世纪就讲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是按照他形象造的，造男造女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跟男生相处，跟女生相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透过异性不同的性别去认识这位上帝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不同性别同班，我们需要跟不同性别生活，我们需要跟不同的性别也可能结婚，更竞争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更多认识这一位上帝。还有，我必须知道，我没有办法让自己除掉我自己所犯的罪，其实就是那个标准。我离了神的那个标准，我自己的行为不能救我自己。简单来讲，我不能救我自己。在罗马书讲的最清楚啊，立志行善由得了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痛苦啊！我虽然自我要求很高，但是我总是怎样做不到啊？这是人的痛苦。因为这是人的罪性，我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而是要靠着信心。在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得救本乎恩，因着神的恩，也因着我们相信。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；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怎样？我们是相信。免得我们有人会自夸，说我做的多么好的事，不是。另外一个，我必须知道。上帝是爱我，而且我要相信耶稣已经本来我应该死的，本来我应该为这个付出代价。主，你已经为我死，我可以免除，我不用再被控告。所以拜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已经属神了，你也相信说我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主啊，你已经替我死了，那么你就要相信，过去不管谁控告你说你不配啦，你这样子不是基督徒，对不起，请撒旦退去。你做再差的事情，再烂的烂人，再破烂不堪的，主都说孩子，我爱你。所以那些控告我们的，退去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，他用重价救赎我们，我们已经是属于他的人。他掉在那个十字架木头上，为我们担当了一切。所以我们因为相信，我们在法律上已经称义，因为信称义就是说，好，不起诉，让你重新再来，不起诉，好好做人吧，好好开始成长的路。成长路刚刚有讲是什么？好好的走上可以越来越像上帝这条路。当然，我们需要悔改，
求主耶稣洗净我们，愿意接纳神到我的心里，不是只有救主而已。神可以救你1次、2次、3次，但是在你生命中，你需要神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宰，生命中的主。传道常常讲，当撒旦来叩门的时候，谁要去应门？耶稣去应门啊，好不好？不要你自己给老，我来就好。请主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好不好？神很大的，真的。然后问题就在你必须要顺服神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怎么做？我们除了口里相信，我们心里一定要信，一定除了心里相信，我们口里要承认神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你说传道，你讲啊加去个装破，你莫甲讲确据的意思就是那个凭证在哪里啊？凭证是什么？凭据是什么？得救的凭据是什么？在圣经里面，是神的应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1书5章1到13节。请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个字清清楚楚，阿们。如果撒旦来骗你，你拿这个凭据在这里拿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下个礼拜周报一定要留起来，金句会写在上面。你拿出来，我是有永生的，我是不会死的，所以我纵使有一天真的可能会见主的面，传道常常讲，基督徒活着真好，怎么样更棒？死了更棒，但是千万不能自杀，因为自杀你就得罪神。好，而是当你神说时候到的时候，那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应许就是他开出来支票一定会应验的。好，还有神的圣灵，他会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好，再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我们能不能察觉生命的改变？对罪有没有敏感？好。如果我们知道开始这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我们开始敏感，而且决定说我不这么做。我知道这个是错的，我决定我不这么做，那么神就已经掌权，神就是成为我们的主宰。好，那么这些应许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格子就可以怎样？这是一个金句，神爱什么？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阿们。好，叫怎样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来试一下，那个空格讲你自己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意思就是说，神爱刘应验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郑佑强。怎么不同？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讲你自己的名字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哦，预备，开始。神爱刘应验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，再一次好不好 ？OK， 这样了解吗？我如果这样，我没有讲我的名字，我是怕你们被我拉走了，你们就要讲你们自己名字哈。好，预备，来，神爱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好，这个就是神的应许，我们要记住这个应许哈。神既然叫神的他自己的儿女，就是我们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？父我们的父会把一切的好处就会给我们，而且这好处是真的对我们永远的是有帮助，让我们成长可以越来越像他。我们不用害怕。害怕不是儿子的心，那是奴隶的心。因为我们叫他阿爸，所以叫他阿爸父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自己有多懒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只要说主啊，我愿意展开新的生活，主啊，我愿意靠着你，像曾经说的，怎样胜过我自己，胜过那个什么
我原来立志行善，有的人咬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的。好，然后我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，是父子的关系，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我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也会有一个新的保证，得着那个权柄，有了新的意义，进入这个家庭，啊，进入神的这个丰盛里，得永生只是我们生命的开端而已，开始而已。好，愿我们依靠神，可以多结圣灵的果子，享受主的同在，他的喜乐、恩典跟能力。在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里，我们可以享受神确定丰盛的生命，这是上帝对属神儿女的祝福。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属灵属天的祝福。好，起立，我们一起。